听君一席话，愁了自己吃不下。你别吃了，我这个菜的卖相真的吃多了会致癌。你还笑？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吗？我最开始以为你是因为你父母的关系比较排斥婚姻，但是我现在发现，你对恋爱和爱情同样排斥。我不排斥爱情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能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呢？路飞，都12年了，我以为你早已经不是12年前那个幽闭青年了，我没想到你现在还是那个内核。你可以不养，但儿子你必须养。儿子当初也是我不想要的，是你自己要生养的。你说这是人话吗？行，走，我不走，你跟我出来，你跟我出来，你当出去，咱们找这街坊四邻评评理。我不走。如果他们说你说这话是对的，我随你的姓，行吗？你这是要不过了呀！本来就不过就不过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过就不过了。干什么你？我打，我打，我就不过了。干什么你？我打，干什么？我来买醋。出去！昨天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是你家开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，我发誓。你不信我呀？要不这样吧，我拿我自己的秘密跟你换。真的，我要是把你家的事情说出去，你就把我的秘密也说出去。哎呀，你有什么秘密啊？你能听见我说话呀？我有一个喜欢的人，这件事情我可除了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你知道丁宇阳吗？就是高3二班的。你不是还说过，我就像桃子一样，不管外面看上去多么柔软，还是有一个坚硬的内核吗？是，壳里面还包裹着一颗苦涩的心儿。朋友，你能不能别把自己活得这么可怜？你要敞开心扉，你要去谈恋爱，你要让阳光洒进来。欢迎你以后到敬老院看我。我看你个大头鬼，你能不能不要把自己活得这么凄惨？好，婚姻复杂，咱们不提，但是恋爱很美好呀。你不能年纪轻轻就让自己失去了爱和被爱的能力，那样就太可怕了。卢飞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还相不相信爱情？啊？我相信，那我看你还有救。但我知道自己什么样子，不想祸害别人。你祸害别人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外面那些姑娘一个比一个精，自己心软的像海绵一样，还祸害别人。宁愿自己受伤，你都不会去伤害别人。我真怕那些姑娘把你摁到那儿，把你给祸害了。
不是你今天跟我说这么多，就是想让我接手青青啊？谁都行，真的，只要你肯恋爱，你肯去爱，人我就不挑了，是人我就欢迎，我就感激，男的也行。艾若曼，你为什么又打钱给我10万块？你当我是男宠啊？你冷静一下，我这是帮你解决问题。告诉你，我没有任何的经济困难。你说谎，安卓，你有问题。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不应该跟你一起解决吗？我是个男人，我不用别人同情，更不用别人可怜我。哇，若曼姐，原来你是用这种方法得到我的安卓的。哎呀，这不是爱情买卖吗？天哪！你还能不能给我留点尊严了？我不想别人说我靠女人。安卓，曼曼，你傻不傻呀？他骗你钱呢！哎，你赶紧把钱要回来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马上给我消失！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，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换回来。爱是不是一张爱，想买就能买，让我睁开，让我明白，放手你。谢谢啊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这太轻松了吧！你怎么了？我妈妈跟我打电话，她说我姥姥进了中的监护室，她呼吸困难，可能要插管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我姥姥有事儿，现在我爸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好害怕。先别着急啊，我好像认识一个中德医院的麻醉师，我帮你问问。主任，我要请假。别担心，我朋友已经在联系你家那边的医院了，姥姥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可这车怎么开的这么慢呀？我好想马上就见到我姥姥。
婆婆看见我。喂，叔叔。我是路飞。对，杨医生是我朋友，他是很好的麻醉师，他会帮我们一起分析病情，权衡利弊。我跟他说过了，尽量避免插管。但是万一如果真的不能避免的话，也希望咱们家属坚强一点，共同面对，相信医院。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。我们马上就到。再见。答应我，你父母都很焦虑，现在不管怎么哭，一会儿见到他们之后，尽量忍着点。酒店跟机票我在携程网帮你订好了，你应该收到短信了吧？很细致，谢谢。4天跑3个城市，从北到南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早都习惯了。真不用陪你去？我也想啊，但是现在是换季，你还是留在大本营，我比较放心。哦，熬夜了？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一直都在想你的事情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怎么都行，你不用因为我费神。你看你脸色都不好了，我会心疼的。昨晚有没有梦见我？不想提。安卓，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处理人情世故的人，但是我们既然在一起了，是不是要做到彼此坦诚？怎么了？突然这么严肃？我不想瞒你，我担心你的经济状况，但我又不想我的轻举妄动伤害你的自尊。我想找一个你能接受的方式去帮你，但我真的不擅长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女方花男方的钱就是天经地义，男方接受女方的帮助就变成吃软饭？如果我们是朋友，我借钱给你，你不会受伤，我不会为难，别人也不会说三道四，反而会羡慕我们的友谊。但我们是恋人，姐弟恋，我借给你钱，就变成了一道检验我们感情和尊严的难题，成了别人嘴里的非议。我不明白了，难道恋人不是比朋友更亲密的关系吗？我不希望跟自己的另一半彼此设防，我希望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能够毫不扭捏地向我寻求帮助，张口就来，天经地义。我希望我们之间，无论谁累了、谁烦了、伤心了、难过了，能毫不犹豫地去跟对方倾诉，就算发了脾气，也不用担心把对方吓跑。如果只能跟相爱的人去分享你的光鲜和快乐，那黑暗和难过还要自己承担吗？相爱既然是这么不容易的事情，大家为什么不好好珍惜？请你帮我，曼曼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早该想明白了，今天这个软饭，我就硬吃了。
艾总，我听说你要调安哲去当店长啊？艾总还真是举贤不避亲呢。安哲是很有能力的，你看上次接拍出事儿，还多亏了他呢。这新店店长可是个肥差呀！恭喜你啊，安卓，这蹿升速度跟坐了火箭似的。怎么了？Carrie 有更好的推荐人选吗？这是你们销售部的事情，我怎么好多嘴啊？我又不跟某些人似的，专门喜欢过问别的部门的工作。销售部的工作性质就是要和设计中心还有品牌部打交道。既然得罪你们不可避免，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糊弄。我来这儿是工作的，不是来这儿交朋友的。艾总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对我的工作方式有想法，大可以找我谈，或者去总经理那儿投诉我。有我改之，没我也不往心里去。我对待工作一向是讲公平、讲证据，对事不对人。但如果有人故意针对我，或者针对我部门的人，说一些自己没有修养又妄图践踏别人尊严的话，那不好意思。事儿虽然是你先挑起来的，但事情的发展和结果就不一定是你能控制得了的。哎呀，我就随便聊聊嘛，艾总干嘛这么严肃？我就是这么一个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的人。那个，我们待会儿不是还有会吗？我们就先走了。别往这里去啊！太帅了！我知道，安卓，下个礼拜我要去上海出差，你帮我订酒店，我们住同一家。还有，我的机票要从天津直接出发去上海。好嘞。不是，刚才说那个。你醒了？我怎么了？你下午在抢救室外面晕倒了，低血糖。我姥姥呢？姥姥没事儿，现在还在里面抢救呢，放心，没给姥姥做插管。幸亏有你，还有你的朋友们，谢谢你。青青，你要坚强一点。现在你的家人，尤其是你妈妈，还需要你的支撑呢。吃点东西吧。吃不下。医生正在尽力抢救，你全家人，爸妈，都在为姥姥祈福。这个时候，我希望你振作一点，好吗？必须振作一点啊！来。我姥姥她最疼我了，她绝对不会一声不响就丢下我不管的。我还没有把你介绍给她呢。一定会没事儿的。上次我跟他打电话，我还跟他说起你了。姥姥说让我带你回去给他拜年呢。这一过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，他不会这么不守信用的，对吧？有那个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姥姥就这么离开我了。
我会受不了的，我会崩溃。能明白你的心情，真的。我姥姥最疼我了，她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给了我这么多的爱，现在她生命垂危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怎么这么没用啊？她一定不会舍得就这么撇下我不管的，我还要好好的孝敬她。没事的，啊。你吃点东西啊，我去给你打点热水。哥哥。啊，没怎么，就是想跟你说说话，听听你的声音。不对，你鼻音怎么那么重？你是不是哭了？你别吓我，你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是不是哭了？真的没事，我现在去你家找你。真的没事。我就是想起我姥姥了。青青的姥姥住院抢救，我陪她过来，然后我在医院就想起我姥姥以前生病住院时候的事儿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自己情绪没控制住。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我就跟你说说话，我心里就安静很多。你也是啊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出差的时候注意饮食，好好睡觉。拜拜。路飞哥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打个睡大整酒。你还挂着吊瓶儿，你别出来。走，你回去休息。这位呢，就是你日日夜夜盼望的老杨。杨总好，你好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就是杨总的下属。我可是看着小艾啊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
他工作啊非常努力啊，这感情上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还没跟您汇报呢，我现在有男朋友了。其实我见你们俩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。行，小伙子有眼光。来，小伙子喝一个。谢谢杨总。老太太呢，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大夫说可能得昏迷一段时间，具体什么时间能醒，他也说不准。反正人上了岁数了，恢复起来就慢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这儿我们盯着，别耽误你们工作啊。我要留下来照顾姥姥。听话，先回去，反正离得又不远，万一有什么情况，不到2小时又回来了，啊？不行，晶晶，你听叔叔的，别给他们增加压力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不怕耽误工作，人家也得上班啊，懂点事儿行吗？那好吧，我先回去，但是你每天都要跟我打电话，汇报姥姥恢复的情况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露儿啊，这次真是感谢你跟杨医生了。这样，等老太太病情稍微有些好转了，我跟他爸爸专程去趟北京，请你跟杨医生吃饭。别客气，这都没什么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请杨医生吃饭的，好好谢谢他们俩。这还算懂点事儿。露儿，拜托了，也感谢了。这段时间呢，好好照顾照顾他。放心，您跟阿姨也多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好。路飞哥，我想跟姥姥说会儿话，你陪我进去吧。好。不过听你这么一絮叨啊，我还有点想我爸了。那你回去一趟吧。是啊，而且现在是周末。对呀。安卓，明天你陪我回一趟老家吧，纪念我爸妈。见家长啊？是不是太快了？而且我还没准备呢。好，就说你是我同事，可以了吧？这不是个称呼的问题，见家长是件大事，尤其是第一面，你不能这么仓促就决定了呀。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考虑一下呀？那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考虑一下？我想见你的朋友，你推脱；现在见我的家长，你又在这里唧唧歪歪的。不是，我不是不想去，我真没准备好。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我说句公道话哈，是有点快。这如果我女儿刚认识这个男孩带回来见我，我也觉得突然，我也觉得他没认真。姥姥，一定很难受吧？我心疼你。我知道你现在动不了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听见我说话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北京了。其实我想一直留下来在这儿陪着你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喜欢我这样的。从小你就讨厌我哭鼻子，你说我就是个跟屁虫，就爱黏着你。姥姥，这是路飞哥，我跟你提过他了。这次多亏了他和他的朋友，
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医生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希望我找一个医生男朋友，我找到了，你一定会非常开心吧？莫非哥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好，这几天他都一直陪着我，安慰我，照顾我。没有他，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熬过来。老，你一定非常想亲眼看看他长什么样，然后跟他聊聊天吧。那你快点醒过来呀！你快点好起来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了。你就可以看到他比我说的更加可靠，更加温柔。到时候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他，你可不准喜新厌旧，只要他不要我，这样我会吃醋的。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所有的人都是我最在乎、最爱的人。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、健健康康的，我们永永远远都在一起。好吧。明天的机票还用帮你改签吗？不用了。那你不回老家了？我一个人回去干嘛？回去听我爸唠叨单身女性该怎么放宽择偶条件。若曼，我知道这会让你失望了，下次我一定补偿你。算了，再也不提这件事情了。明天上午跟我去见一下华东地区的几个同事，认识一下。跟我一起回京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辛苦了。喂，妈。现在生意真是没法做了，都在网上买东西，人家网上呢还给送货，不满意了吧，人还给退货，关键是便宜呀。你要是买3瓶洗洁精送1瓶洁厕灵，你说这咱们怎么跟人家比呀？真是弄不了了。亏这房子是咱自己的，你这要再交房租的话，真的咱们得赔的关张。小飞，你在哪儿？这是？你周围的环境怎么这么嘈杂呀？妈，做生意不好挣钱也不是谁的事儿。别着急上火。不是，我问你呢，你在哪儿呢？大晚上的你不在家里待着，你疯跑疯闹的干嘛呢？哎呦，妈，我可也这么大人了，还不是有点夜生活了？你别插嘴。我在外边，我在回家路上呢。路上这哪不是都这时候了？怎么这么闹啊？你这样，你把你那个什么手机给马路上的人，我问问他你在哪儿呢？我真的在回家路上，您就相信我一回吧。好了，我不跟您说了啊，到家给你打电话。我打个车送你回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没关系的。事儿这么晚了，走，咱们往前走走。干什么呢？我收东西。你就犯懒吧。什么时候咱这店倒闭了，咱都喝西北风去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干什么呢？这毛毛躁躁的。你自己看看你，有个女孩子样没有？你不会穿得漂亮点啊？穿个小裙子什么的不行啊？你天天让我搬货运货，我穿个裙子那多不方便。就你这样的，怎么找婆家呀？找不到更好，反正我还小。你还小，你都23了，抓紧给我相亲去啊！
当当当！哎，3年，你跟你老公是认识多久之后见的家长？没多久，他就去我们家做饭去了。哦，所以根本就不是时间的问题，只要认定了彼此，家长可以随时见。那不一定啊，这种事儿呢，对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观念比较老套，他就会觉得见家长是一种仪式，应该很隆重的。我想想，我跟我老公好像是确定关系2年之后，哎，我不得去。2年这么久啊！啊，真是可怜我爸了。人家女婿啊都是乘龙快婿，他的女婿啊是坐着乌龟来的。行了吧啊，你别在这多愁善感的，赶紧洗碗，别耽误了晚上的约会。知道了。你看，来了一批新货，真没地方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你的平房已经退了吧？酒店又没找到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去住酒店吧。酒店多贵啊，您1个月才挣几个子儿啊？那怎么办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就可怜可怜这个姑娘吧，收留她几天啊。我怎么觉得咱们在哪儿见过啊？啊？有这个可能吗？让了，我才多大姑娘，一天到晚催我相亲，一天到晚催我，快烦死了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辈子要嫁呀，我也是嫁给我们家鹿晗。飞哥，睡了吗？怎么了？路飞哥，我在外面超市上买东西，想问你需不需要带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啊。有女的声音啊！你别跟我说是曼曼姐，我不信。你不是点到为和尚的。一个借住的同事，过2天找到房子搬走了。哎，你别跟我妈说啊！哎，行了，不跟你废话，早点睡觉，听见没有？你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这人。睡。路飞哥，你为什么愿意收我？是因为我跟我姥姥说你是我男朋友，还是因为你答应了我爸，要好好照顾我？是因为你有一个不靠谱的朋友，大半夜把你从家赶出来，还是因为你长这么大了，自理能力还这么差？对不起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行了，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找房子呢。就这么着急赶我走啊？我不是着急赶你走，你就是搬走了，咱不是还住在同一个小区吗？只是我的确有很多一个人的生活习惯。路飞哥，
你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明天再说吧？今天真的不早了，睡吧。疯了！他怎么连骂我都那么开心？好酥啊！来了。你睡了？你都已经睡了吗？怎么了，妈妈？我等你等到现在，结果你已经睡了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也累了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安卓。我现在真的很挫败。谢天谢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没有睡。我睡不着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你应该也没睡。打个电话试试。这也许就是默契吧。我现在好乱啊。我也是。你怎么了？没脸说。你呢？也没脸说。我对现在的自己有点失望。我也是。路飞，谈恋爱为什么这么麻烦，这么辛苦，这么让人容易不开心呢？被动究竟是礼貌克制，还是游走在规则的边缘？我才不会被他的情绪所牵引。明天过后，我还是条好汉。我该怎么面对这个还不错的主动？舒曼，一起吃早饭吧。我都吃了。是我起晚了吗？是啊。那就不吃早饭了，咱们跟华东区的同事在哪儿见面啊？跟我走吧。晴晴，我觉得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希望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，确定自己的感情观，做出符合自己本心的决定。这样是不是太严肃了？他姥姥病着，现在正是他感情脆弱的时候。
这时候他能有精力去考虑这些深刻的问题吗？算了，也不急于这一时，等他姥姥好一点，情绪平复一点，再跟他谈吧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问你，这招狠吗？太厉害了，Kevin！哎，你怎么不提前跟我通气啊？还好我反应快。那你通气，别逗了，就你傻了吧唧那样，那不得让人看穿了？也对啊，谢谢叔公。罗非哥已经在外面给我做早餐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赶紧洗漱，要做一个不懒的女朋友。得嘞，拜拜。好好说，这样一直看着我干嘛？罗非哥，你是什么血型啊我行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啊？绿色。我也喜欢绿色。最喜欢自己的部位就是最喜欢自己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你会不会采访我吧。是说我不够了解你吗？我想多了解了解你。啊，快！从实招来，我要听细节。什么细节？不会吧？哎，你俩单独出差，而且关系不是暧昧期，是已经确定了关系的。他对我毫无热情。行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被耽误。这有什么事儿吗？出差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你不用跟着我了。难道我们晚上分头吃吗？没错。生气了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还有别的事情要跟我讨论吗？可是我晚上还想和你一起吃饭呢。你，我订了你提过的那家餐厅，还有你喜欢的红酒，今晚只属于我们两个。你还有几个笑话？最后一个了。切，从前啊，有一根火柴，走着走着把头摔破了，然后去医院了，变成了一个棉棒。你这笑的也太假了。太好笑了！哇，我现在只听你的笑话，我都喝多了。棉棒。上次把你的烛光晚餐毁了，这次补个新的给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头发放下来的时候特别的好看。在哪儿学的流氓话？
回屋的。安住！你先拿着房卡回屋。你来干嘛？你说我来干嘛？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我要是不来，你们要干嘛呀？出去说。你就是那个小三儿啊！若曼，别听他的，你先进屋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安卓的女朋友，我们上学就已经在一起了。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利用女上司上位是他的手段而已。他上学就这么对女老师的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给我放开！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说你微信不回，电话不接的，天天就惦记着这么个狐狸精啊！若曼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可能是饿了，你赶紧拿奶去，拿奶去。啊，好好。哦，来了，来了。相信的人爱听情歌，用别人的故事暖和我，从难过变沉默，不想了。甜蜜也甜蜜过，苦涩也苦涩了，别戳破。难怪连你都看不上我，连你都看不上我。我 Alright, alright， 有你要的依赖 ，Miss Right, Miss Right， 不需要的旁白，爱你的开怀，我
你的宠爱，爱小小被爱，没有温柔的对待。Alright, alright， 有爱在你门外。我在呢。每一天在等你醒来。Alright， 结果我哪里做的不好？太坏。Starlight， 为什么你总是在我身边？为什么？路飞，路飞，Alright， 你想要的都在没有，我一直都很努力。Alright， 爱的 love and sorry。Alright， 你怎么来了？我打你电话，明明是关机。我那个时候在飞机上，是安卓先给我打的电话。又麻烦你了。你不想麻烦别人，却总是自找麻烦。我现在一定是丑爆了。你更丑的样子我都见过。谢谢你啊，让我知道没有更丑，只有最丑。还想再喝点吗？我陪你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对着橱窗不是挺能说自己坏话的吗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蠢，把自己当成偶像剧里的女主角，让每一个男主角都死心塌地的爱自己？可是也不想想凭什么？凭我是傻白甜，还是凭我像白脸？你不是不看偶像剧的吗？我不看啊，我自己演。这个 bug 连没有逻辑的偶像剧都解决不了，所以他们就说呀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理由的爱情是陷阱。你也别太自责，每个人都会犯错误，所以每块铅笔都会配一块橡皮。这么恶心的鸡汤谁熬的？你呀，不可能，真的。你高中的时候跟我说的，那个时候我爸妈一天到晚要么是不见面电话里吵，要么是见了面动手吵，我都怀疑自己出生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错误。是你告诉我，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哪怕他们是你最亲近的人。你要相信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值得我坐在这儿熬4、5个小时的过期鸡汤了。你从来不是谁的垫脚石，我也从来没有看不上你。好啦，知道你在故意安慰我。没有酒了。
明明是你自己把赵超送你的玫瑰转送给我。哎，你不要倒打一耙，明明是你先看不上我。你说话要凭良心，讲证据。你摸着你扑通扑通的良心，是谁说的啊？我是个自轻自贱的女人，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。我那是特殊情况的特殊用语，是为了给你治病。呵呵，是，陆医生治病要人命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在我担心自己孤独终老的时候，说会去陪我住养老院。有没有你，我都住养老院。哎，这是个实话，有没有我对你没有区别。多少钱？一共是132块5毛。请问还需要点别的吗？不用了。哎，要你看得上我就那么难吗？宁愿给马铃薯写情书。没事，你又提他干什么呀？是你先提的赵超。当年我暗恋丁宇阳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告诉你，结果你呢，跟马铃薯早恋，让我跟全班同学一起知道。哎，说好的秘密互换呢？说好的走心联盟呢？好朋友做到你这个份上，你说你亏心还是不亏心？今天我们讲的成语是指鹿为马。这个成语呢，出自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呢，人们经常用它来形容一个人混淆是非、颠倒黑白。相传赵高试图要谋权篡位，为了试验朝廷中有哪些大臣顺从他的意愿，特地呈上一只鹿给秦二世，并说这是马。秦二世不信，赵高便借故问各位大臣。这个不敢忤逆赵高的大臣就说是马，而敢于反对赵高的人则说是鹿。后来呢，说是鹿的大臣都被赵高用各种手段害死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指鹿为马